多謝主席。其實我問題同李議員有少少相似嘅，咁但係我嘗試用另外一個角度去了解呢件事。而家財政狀況1蚊就1蚊啦，咁我都係好關心嗰個宣傳運動背後嘅資源嘅。咁頭先其實好多理據局方已經回答咗啦。我簡單補充一下啦。頭先局長話1360萬應該係23年嘅，咁但係拉長啲呢，19年係用咗1569萬，2020年就1341萬，21年就1434萬，而22年我相信因為疫情啦，就一半到啦，500幾萬咁嘅數。咁但係我想了解更多呢，我即係如果我講錯，請更正我。即係有少少俾我感覺就係，以往都係1300、1400萬到啦，咁所以就既定咗呢，就係呢個宣傳運動需要嘅費用就係1300幾啦。頭先局方都話今年都係應該相約1300幾。反而調翻轉會唔會話諗翻？即係我明白頭先所講嘅嗰個選民登記，你唔係 KPI， 即係唔係話用咗啲錢要登記幾多？反而我聽咁耐呢，冇一個感覺係局方會知道佢哋 reach out 或者去接觸到幾多人。我唔知有冇呢個數據。反而好認同嘅，登唔登記佢嘅事，係佢嘅責任，亦都係佢可以選擇唔登記。但係我諗做呢個運動，你至少會知道你會 reach out 到或者會接觸到幾多人。我唔知局方有冇呢個數字，因為我睇翻舊時啦嚇，舊時即係我知2年之前有分開唔同嘅 category 嘅，有報章、印刷品、電視、電台、網絡、新媒體同埋公共運輸同社區宣傳。咁我唔知，譬如電視台可能會俾翻點數你大概知道會 reach 到幾多人。網絡可能更加容易。咁但係我睇以往嘅分佈呢，其實大部分啦70%，譬如你講緊20年啦1349萬，有879萬啊，即係可能70%都係擺咗喺公共運輸系統同埋社區宣傳。咁呢啲可能比較難揾到。喂，其實幾個人經過望到啲廣告呢？我唔知你有冇呢啲數據。反而而家就冇分類別啦。咁未來呢，我唔知有冇咁嘅可能呢，即係可以係真係可以調翻轉嚟睇，我哋需要幾多呢？我哋需要使幾多錢去 reach 到同一啲人？唔係調翻轉就話年年都係使1300萬啦，咁下年咪一樣咯，1300萬咁做啦咁樣。所以我唔知喺呢方面有冇少少回應。第二呢，都想提少少啦。我睇翻之前啲宣傳單張呢，容許我直白啲講啦，真係有少少乏味嘅，都係一張白紙，有個可能藍色、粉紅色背景，中間好大個 number 就係6月2號，跟住好多個 tick 喺側邊，大概都係呢種模式。咁可唔可以我見到唔止政府，有好多其實好多政府部門都開始用好多文創啊，用好多本地藝術家啊，令到嗰件事都起碼係吸引眼球啲啊！你可以少啲使錢喎，如果你做得好精緻啲、特別啲，可能啲網民自己免費幫你推送呢。咁呢啲可能又慳翻錢嘅喎。咁呢方面都希望，即係好多議員都講咗，我唔多講啦。咁希望呢兩方面一個意見啦，同埋嗰個所謂個 reach 嗰度係咪可以科學化做到？起碼你未來呢個錢可以真係高效、係有效可以做到宣傳咯。唔該，副局長。主席。個意見嗰度咧就多謝各位議員嘅，咁即係當然啦，我哋有陣時咧就靚係有一種或者吸引眼球係要嘅，但係另外一方面有陣時亦都會覺得有一啲嘅信息咧係要精簡，即係各方面嘅意見我哋都會考慮。有陣時即係有個信息嘅帶出嚟，希望佢最主要留意邊一樣嘢，跟住落去我哋點樣跟進，引起佢嘅注意或者係吸睛等等，咁我哋方方面面咧都會考慮到。另外想請秘書長補充下。或者就住阿霍議員佢嗰個關於預算，我哋歷年嚟嗰個預算，我簡單俾個回應。其實我哋歷年嚟嘅預算咧，咁當然即係好似霍議員咁樣，佢都即係知道啦。咁我哋可能嗰個數額咧，大概都係約略喺1000萬頭嘅呢一個水平咁樣。咁其實都係雖然啦，見到嗰個水平係差唔多，咁但係咧，我哋係即係都經過一輪壓縮完之後啦，咁我哋咧大致上係用翻呢一個咁樣嘅水平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入邊嘅一啲元素啦，或者我哋所做嘅一啲宣傳咧，入邊係會有調整嘅。例如舉個例子，你見到以前嘅咧，可能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嘅預算會比較多啦。咁但係我哋隨住咧，即係我哋而家網絡化啦，又或者係我哋嘅一啲宣傳方式啦，亦都會有所唔同。我舉個例子，例如可能咧，我哋以往會喺報章上面買多啲嘅廣告嘅。咁但係可能我哋而家咧，除咗報章之外啦，我哋都會將一啲嘅資源咧擺翻喺網絡上面做宣傳。咁係應對翻咧就係唔同類型、
唔同年紀嘅選民啦，咁佢哋咧更加容易接收到相關嘅選民登記資訊嘅。唔該主席，唔該議員。一句啫，希望未來即係一路會做落去嘅咧，呢樣嘢年年都做嘅啦。希望未來啲文件裏邊都可以有啲數字，如果有嘅話，即係你哋係接觸到幾多市民？即係你話我哋好針對性嘅係希望18歲嘅，咁起碼都知道18歲嘅接觸到大概係幾多啊？係咪？我哋通過學校啊可以做到接觸到幾多？咁我哋做嗰陣時，我明嘅唔會話你登記先係一個 KPI，我覺得呢個對各方亦都唔公平。咁但係起碼你接觸到人哋登唔登記，我哋呢個係翻去公民自己嘅一個選擇權嗰度，好嘛？唔該。